一下，我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明音哦。第一个警察局，警察局，警察局。第二个罚单，罚单，罚单。第三个车号，查号，查号。第四个申诉，申诉，申诉。第五个官方网站，官方网站，官方网站。第六个过期，过期，过期。第七个罚款，罚钱，罚钱。第八个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喂，入面係警察局交通隊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收到一張罰單啊吼，罰單當個相片的查號呢係呢883，我查號啊係呢833呢，能交查喲。哎呦，費事哦，迄罰單開唔錯嘅，唔做得申訴。咁樣嘅申訴呢？唔做得到官方嘅網站呢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，請方便哦。哦，好，咁我有張罰單係先攬喎。我建議吼，還係先攬，因為呢罰單過期會被罰錢哦。哦，咁喺我申訴成功後，一個錢會還俾我嗎？哦，會係成功嘅哈，錢當然就會退還本。哦，了解，多謝多謝。啊，安子先。看係條到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亞威係警察局交通隊好，這裡是警察局交通隊您好。這裡是亞威係警察局警察局交通隊。好，這個隊呢，北部跟南部的說法不一樣。北部的說法是交通區，南部呢是交通隊，交通區，交通隊。好，您好是好，好。那我們現在整句來一次咯。北四線的先，亞威係警察局交通區好。南四線的說法，亞威係警察局交通隊好。下一句。係罰單開唔錯，做得申訴。若罰單開錯，您可以申訴。若罰單係罰單開錯，開唔錯，您可以做得申訴。好，那我們現在整句來一次咯。係罰單開唔錯，做得申訴。係罰單開唔錯，做得申訴。下一句，做得到官方網站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您可以到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辦理。您可以，做得到官方網站。到官方網站，用線上的方式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好，那我們整句來咯，特別難，要特別聽咯。做得到官方網站，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做得到官方網站。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下一句，一成功，錢就會退還本。如果成功，錢就會退還給您。如果成功，成功，錢。好，客語的錢聽起來是3聲，那我們的華語是2聲錢。好，錢就會就會退還給您，退還本。好，整句咯。係成功，錢就會退還本。係成功，錢
就會推還本。好，我哋今日一單嘢都送到一片嚟哦。